开火先把它拍动的放完刀，非常的切，就是这么凶。要够辣你才爱啊！他们的故事哈，就是我的野蛮女友。所以等一下就有暗疮哈。哪里有香肠啦？啊，你有小肠八大肠，人家是大肠包小肠，大肠包小肠，大肠有没有爆大肠呢？那还是仔哦，哎，还仔今年糕是仔做的吗？对不对？越南姐就是她的菜啊。我80多岁吃第一次这么好吃，早知道60年前那场婚礼就找她办哈。还没有出生呢。我小孩都不结婚，阿姨还没忙结婚哦。你还没有结婚啊？真的？魔力要管先来聊一下。先交给刚才呀，你就把它弄在这边来。哇哟！一般个要不断要忙，按说话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廣東朋友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淑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發掉。今日來到三萬亞島 V 就想到哇 Juicy 的故鄉啊。Juicy 到底係盲人嘅綽號。我是 Lucy，我是 Juicy。很屬於因為亞島 V 嘅奶油清強清厚，我說不管中馬街呢，就是又 Juicy 又個甜。哦，黑呢？係啊。等下現場做實驗嗎？說試試看雪玲姐的口感嘛。我種出來電機發芽哦，強嘅啦。哦，解老咁講哦，基本嘅兩組嘅來賓哦，都厲害咯。哦。先賣關子啊！你原本要講就講這樣子。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第先來分享到嘅係阿謝李師傅。大家好 ，Juicy Girl。Juicy Girl。對 ，Juicy Girl。你特別啊，老師傅哦，你還有 Juicy 又 Sweet。我再過來分享到係林旭吉林師傅。大家好。伊哋啊，下面係 Juicy 嘅代表呢。哦。傳到溜溜咧，啊小鮮肉啊，係啦係啦。最後分享到風水潛水站，風水呢佢係鼓手叫下來參與哦，來自3版呢，分享到水面記、老優秀記。係啊，呢度係龍沙嘅將士們。對。藍隊今日來嘛嘅呢，金婚代表向下裝上方向3萬個龍宮坡，范景煙老虎熱啦。哎呀，沒有手牽手，手牽手。啊，太好了！基隆沙見面哦，嘟和嘿60週年結婚。天哪，這在結婚60年，很難有機會得到鑽石婚呢。你做乜嘅咁樣講？因為我已經30啊。係啊。那再結婚60年，我就90哎。你走得啦？走得了。哦。你都該死了。為什麼要挖坑給跳呢？觀眾朋友期待一下。我們來聊一下，都3萬亞島 V 來啊哈。兩位姐姐有推薦嘛？個好高好色好料的嗎？嘅3萬人神同杯啦，嘅同好健行嘅步道啦，同天空嘅步道啦，行路行上去加當杯啊哈，都在看那日出東江。真勁哦！哎，行到嘅茶坪嘅大邊啊哈，都在看日落啦。哦。哎，東江哦，一條落山一條，也可以升起都做得看得到。啊，個動道法哦，空氣動好哦。哎，其實咯3萬亞哦，因為是山城嘛，那島 V 嘅當中都有。一條一條路線鋪頭都在行公松，那種寬強的呢吼。不過除了了電山鋪頭之外，還有你看，對3萬有一條嘅小街。3萬哈鋪頭下去有那個杜頭角，杜頭角照片上面上有個沙圍啊，都那個半夜班哦，東沙圍那邊很熱鬧，很多人拜拜哦，希望你們。有空的時間到3萬來，多3萬來哈，你要有高接力，品質當好，上你個3萬好體力啊，係啊，交通方便好東西，3萬高級水利品質好，上北下南大家，佢大家有閒的時間。可以多係3萬來，你就簽到3萬，簽到按獎嘅不用啊。係啊，柴田煙啊，柴田煙，柴田煙有設計嘛？佢本來小路嘅面皮都揪出嚟。不想啦哈，咁差你哋嘅手機馬上就要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球味老食材。沙丁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
真来亮嘴會雕出物界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！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廿時就開始咧！一天過嚟，我來看一下這個黃綠紅三種色，就係變出物嘅彩色咯。係啊，今日黃色強龍係主食菜，橙色係配菜，紅色係口梅，等下就得透過剪刀石頭布嘅方式來結添奶祖先來選。好，一組派嘅代表來猜拳呢，馬上嚟。你會排出會長好嗎？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。好。哎，有說的沒有？對，有說的呀。綠隊贏了，不，沒有綠隊，藍隊贏了。我贏了。哎，來，等一下，我負責係黃色的，我4選1，你4選1，大哥4選1。好，來哦，我不應該看到這條線呢，這條線。通常這一個是運氣。哎，你顧一下你的隊員哈。哎，同時選。我不能太高看哦。哎呦，啊，厲害。專業哦。好，反台哥。來，博謙請開牌。嘿，馬蓋，排骨酥。來，你嘅一蘭子搶開牌。蘆筍。最背面見人哥搶開牌。永寶。冇叫咪嘅排骨酥蘆筍。對，永寶就對了哈。等下就出事挺凶哎。哎呀。來，我們換我們3個哈。來，聽下線。好，先好了喲。來 ，OK 咧。看一下瑞明姐，請開牌。糯米菜。哦，糯米菜。做對咯。右頭姐。好。太白菜。希望是微煮類的。好，看一下明珠阿姐。醬爆。可以。太白。做對啦。做對咯。其實咯，家下兩組手後熱係吼，大家問題動到，等下唔怕，因為就出事挺凶啊。60秒時間就得使用。冇錯，先來問看下風吹，一下天意派來參加應該冇問題啦嗬。有信心冇？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下藍色呢一片嘅金粉兩公婆，有信心冇？要！加油嗬！阿姐嘅信心比阿哥還多哦。唔怕公婆咩富上啦哈！係啊，兩組都準備好勢咯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。好，你來風吹啊，到畢業剛剛出到呀，這3樣食材，心裡面是開心的嗎？開心，嘗試一下，蠻開心的哈。因為從他的手的反應，我感覺這出他很雀躍，因為有一點點小緊張。對啊。啊，給你你等下做飯就是做這個蔥爆嘛，對不對？醬爆。醬爆應該係算比較家常的料理，應該唔會難吧？還沒去走過呢。好，我們等下過多轉來哈。好。Hello，我們要炸排骨。哇，來排骨酥。哎，給兩三棟認真呢。他們今天錄影是第3組，可是給第1組就到現場來觀摩。我是不曾來啦。哇，我看阿哥睇到架勢。我講啊，其實食過樣別人啲食過面還較多啦。我樣講啊，記得我眼線哦，其實係3分之一咯，都比我們還長。那個花生也攪在一起嘛哈。對。辣椒也不用這麼多吧？可是我想誒，公爆誒辣椒誒哦。沒啦，葉蘭姐，你的基勇士啊，一口是咖，你是被景元哥什麼地方吸引到？他既沒有老婆，我家沒有人要。沒人用太客氣了啦！我要你。你要我過來幹什麼？做阿媽？啊，這樣講啦。我知道景元哥佢動力會呢。係啊。佢好，佢之前係開個拖板車的司機。他是給人家做，很大台。超厲害。我專門是頭茶啦。是頭台啦。真辛苦。啊，不過我要提醒一下，今日人家就做的廚師天數哦。咁你要用廚師天數嗌嘛？用啊。哎喏。你做老唔做啊？迄個你忙食個公保會發就搶佢做啊。我做的第一隻。哦，師傅啊。你先落去鋪到素切切啊。我哋做扁啊。冇扁做唔得用啊。我去火辣湯。哎那。大火對嘛，對不對？炸東西啊，偷啊，剥下開，過來就慢慢塞，嘿，東西才會裡面會點會熟起來。哦。開火先把它。開到冇講很多。開到切。這是戀愛秘籍。所以說
就是这么凶，我才会。你就是喜欢他这种辣度，对不对？要够辣你才爱啊。他们的故事哈，就是我的野蛮女友。啊，哎，刚才等下周转转，你先不用担心宫保，帮他 hold 住一下，师傅回来帮他做，好不好？备料线皮喉落去后，等一下绕墙四副好，那全部切回来当了。啊，等下工作人员要记得指示正确哦。好。糯米从切切剪哦，打张来切的，张来放下火，这唔可以。我你见狗就也有，狗来切，它就会。现在这样是对的，不会散呐。要用这样唔会给啊，这样不会散的，唔会长。所以这也是你的结婚秘籍，是不是？见狗长得切。我先买的。所以等一下就有染葱哈。哪里有香肠啦？你等下讲，啊，你要小肠包大肠。人家是大肠包小肠，大肠包小肠。谁葱有卖爆大葱哦？嗯，对啦哈。阿姐，你还给他紧张哦？我不会紧张啊。文发姐，不会紧张的啦。文发姐，你最专业、最擅长的是什么事情？我最擅长的煮牛肉面。哇！啊，你给没最杯米馆是煮牛肉面吗？没有，因为这边煮牛肉面，牛肉要煮太久了。对。有你做阿婆吗？我做阿婆嘞。那还有想做阿婆哦？做西面阿婆了。哇！西面哦。西面就是面阿婆哎，它比较好面呐。我小孩都不结婚。我支持。我支持。我小孩都不结婚，我们俩会被打。我都很伤脑筋呐。几多年吃？男的75，都在上班。在台北范德 BMW 工程师啊。去年很爱主持耶，跟木英啊。阿姨还没忙结婚哦。你还没有结婚啊？真的？啊，比你多 say 哦。他刚刚看你这，你不是在看得上吗？那么漂亮，怎么还没有结婚？送下打量一下。对啊，哎呦，茉莉要管闲了聊一下。可以放那个。你要挑拣。阿姐，你要挑拣係咪解？總係後生人中意出嗬。哦。有中意出貨。等一下先加人家賴啊。你所以他的賴個加不愛嗎？哦呀。阿姐，你睇糯米蔥吼，你看我不壓絲啊，機會攞去凍一下嘅。我是用舌頭咁樣切。可是基本上就會酥嘅呀。我比較好奇是甜面醬會炒夠嗎？對，而且牛拌炒，還有挑梅麼？甜面醬等一下當下做在炒啊，做在。同阿表孫睇來炒來叫下，等下從面窗邊入來，衝喺邊嘅叫炒嘅嗬，跟廠商在變魔術嗬。韓國聽我做回鳳呢。我們等下你接着我個先來甜面醬在那邊炒，等豆啊。可以啊，做得啦。攪嘅哈。會做得咯。係啊。那你知道嘅。先幫你炒一下，讓水 Q Q 因為我們這邊差不多了。哦，好。那你煮甜面醬在。阿姐愛來咧。哇，今年哥。我哋堂堂呢兩隻強下講哦。主食天是愛。愛食嘛啥？這樣各位。哦，這樣各位。好來。哦，這樣各位來了。我發現大姐你選帥哥選很快哦。那是當然的。有沒有合格啊？哦，亮哈，有沒有合格？有。他幫他們爭取這個蜜月獎金啊。不合格，明天再來錄哦。哇，原來是仔哦。原來是仔。金元哥是仔做的嗎？做的。越南姐就是他的菜啊。好，看好勢咧哈。好嘞，儀式開始。好，身體哦，好，幫佢標記下咧，好。日就唔好做搞記哦。好，等下咧，好，幫佢炒一下咧。你要先誇獎啊，這鋪嘅這種派。哎呀，按熟。確定有沒有合格啊？好，亮，好，有沒有合格？幫佢炒一下。沒有合格。有。好，大概點他最杯米章標。他幫他們爭取這個蜜月獎金啊。不合格，明天再來錄哦。等你哦。好，米酒。那個牌子。還有一點醋，好，一點醋。好，負責分。像講一兩隻我唔識啦，咁冇辦法誒。有看到嗎？有。因為讓你賞析見吶，我以為宮保是比較乾一點的。喂，等下因為有兩個排骨酥，吼，你愛幫佢不用上去，幫佢收汁一下咧。好，幫佢收汁，差不多早哦，早兩下呢，就不用兩個，講兩個就好咧。兩個要最杯米章不用，那樣就好咧。好，等下幫佢收汁，好早咧，兩個全部按用，不用下咧，炒一下就好咧。3、2、
耶，时间到。如果你按用布去收汁以后，一泡到按素菜是冇好的。主要就是老两个，等到个收汁也两个冰落去。你一拍就唔得冰了哈。等下站个冰落去嘅。你以為啊？唔啊，做得啦。你會長做哦？唔會啦，佢唔會啦。你公包上就去爛你啊！哎呦，你做嘢咩哦？來哦，啊，生嚟賴下邊。收汁愛大火一係中細火？大火邊收。用大火去做的。就是我们把那个手牵手拉吗？60幾年了，不用啦。你們兩個哈，最浪漫的回憶是什麼？就來這邊錄影。哇！什麼？來到兩片六人係幾貴生嘅最浪漫嘅事情我80幾歲就第一次啊。哦。哎，可以放下去了。你很不浪漫呢。不行。我們正在粉紅泡泡呢。那今天待會一定要親一個。兩白毛讓啊，六海白毛雞皮啊。怎麼個白毛？按蘆葦啊。可能錄不到吧。會啊，每年都可以來啊。我看阿哥，我真緊動欠嫌伊哦，抖你兩下個眼神，髮際線還走在按室溫哦，真緊動小。他現在就讓洶湧誒啊。嘿啦，而且阿哥，你看。抖兩個眼線哦，還走在梳西裝頭，特別講運動後上。我摸錢哦，剃頭啦。先抖兩片。摸，按住摸存錢啦。你水太嘅吹散哦，是係阿姐。唔係啥。唔係哦，好浪漫。謝謝你的誇獎。哦，按要炒落去，跟辣椒味外哈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加油！兩片咪，來，向下講哦，廚師天數眼預備起。廚師天數下，做得啦，天數一下啦，我先罵啥？我先罵啥？3萬之光。3萬之光，好，我們雪玲姐，來這個，要調那個醬啊。要添麵醬，用半炒嘅款香色咯。調油，醬油，有醬油，有不用嗰啲嚇，有不用。雪玲阿姐，用一啲，用一啲，怎麼倒？醬香味又炒出來。這樣就好了。哎，我突然記得雪玲阿姐好像在高空，你看，加轉班就兩個紅色和上耳朵酸紅。你敷條粉鹽兩片啦，然後你倒落來，你做啲倒落來咧，好，跟住做啲倒過來咧，好，倒煨煮。給他，你要差。雪玲姐，你要自己倒哦。哎呀，4句是3音走哦。你煨煮一下下就好誒。你按你煮差唔多咧，好用，時間到咧，吃鹹淡。4、3、2、1，好，不你取就好。做得。下面醬就辣吼。做得，是的。即係按你做好誒，好，你再從米冰落去。好，那我們去倒數哦，哈。好，你看，天草馬上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吃吃困難體育館，來部開咪時刻站到咯。好，又係體育館用那個無洶湧嘅食材現場煮出來水塘烤，所以吃吃困難風水嘅料理，來吃看紅隊的哈。我試看哦，咁樣嘅醬爆。哦，米頭調得當好，而且哈，加下米蟲啊，加先煎過過來切，不說底段唔會硬長，嘟嘟好炒。好，米頭加下雪玲姐天數啊，過去哦。當好食，好食，質感有滿意嗎？有滿意。好食，這個厲害的之處吼，睇到因為甜麵醬佢本身係甜的，冇佢嘟好，佢係搭配嘅嗰種大白菜啊、爆竹筍啊，嘟好味係甜的，所以兩套菜其實完全嘅融合啊，是將本來是就兩套菜強融。好，兩下完是飯台哥，然後副台姐就係兩套永保料理。好。而蘆筍切多，我炒當堆啊！這個一定要好好的按摩一下，該下掹六樣時之後，大哥見到我講，哎呦，我切極好看呢！真件極好看哦，好食咯！而且加公爆吼，係用油香，唔高定唔會辣到十八度。鹹酸甜辣全部要啊！嗬，係啊，強硬性強融嗬。公爆落飯條、花生米，那個乾辣椒。會睇辣冇？唔會啊，我吃很大。你吃懂辣咯？冇乖，皮膚很好。看副台姐咯，雪踢踢呢，雪鏘鏘呢。係哦，
夫妻同心做出来料理就去摸强肉。你下就换师傅来评分喽。想一下谢林师傅抢本分数，风吹日本，你下抢看新奇师傅抢本分数。冷吹日本，习惯平手，谢林师傅抢公平。用啥煮冻为煮哦，煮到冻好食咯，好啊，食到了做寒冬天嘛。风吹呢，爱煮吃到佢切那个大白菜，按你切匀，拢去迄炒的啦，爱无高级哦，迄佢切较香的。南村爱无本样，迄因为人个排骨有滴滴的腐毒啦。你下阿哥就講啊，從陰性強容啊，酸啊，一定我要付嘅，我是驚陰性。一個排骨可能比炸條差一啲啲咧啦，啊唔過做咧，跟面是做咧當好哦。好，我阿志師傅來公平。哦，我本啦南推那片呢，迄佢個蘆筍啊，還有個小黃瓜啊，哦，佢個生熟度掌握該當好啦，因為唔會講說煮太久，然後軟體啦，哦，切當好先。啊，佢個那個醬料的部分呢，佢底度自家就撈一數這個。有點醋啦，哦，做得然後那個排骨做得有看遠一絲絲的，哈，這是一個小小一個訣竅。啊，那個宮保嘅料理呢，通常有時人會，然後一開始就是做爆香那種，啊，唔過會燙辣，啊，基本嘅迄最杯面醬冰，伊跟辣度呢，度好，哦，然後是啊，鳳腿那片呢，吼，佢個處理個食材動香，哦，一般來講，那個白菜啊，薑會煮燙用，啊，唔過佢切個動好先，哦，還有個米蔥啊，有剪膏啊，東蔥個糯飯個口感，動好先感謝。好哦，神魔師傅嘅指頭也到呢小撇步留佢幾好食來咯。唔過三下來叫咩看一下，甚至師傅我扮出乜嘅好料理我來搶太時間呢，教本甚至師傅。師傅出太菜。甚至師傅來表現廚藝咯，菜名係乜嘅？菜名很多鹹菜乾肉燥飯。也係食材嘅哦。係，係材嘅。店員講食材做得冇？做得。做得冇？越南姐就是他的菜啊。來，先看一下食材有嗎？主食材呢就那個鹹菜乾啊，還有香菜，還有小黃瓜的部分呢，係等一下我會做個肉燥飯旁邊個小配菜。那個很重要。哎，真緊哈，做個去油解膩個效果啦。哦，還有麵蟲，那個係桃膠。哎呦，好，桃膠東引來做那個雪耳湯、桃膠湯。這個膠質啊，全部都膠質。哎，真緊。那啊唔過我做個肉燥飯底度我就撈那個。那個桃膠就黑那個樹檔啊，有蟲熬啦。啊，蟲熬樹呢，它會分泌這個汁液，讓它填補它那個。什麼樹啊？應該是桃樹。桃樹。就喺正面那頭的樹。有。啊，底度個膠啊，拿下來之後，就在拋水就做嚟用來膠質。哦，那個東後生。哦，那個呢黑棗個樹個碎肉啦。哦，那個就是那種大豆的東西啦。它應該係菜脯咧。食材哦。那底度呢含有個香菇、糖的部分呢就冰糖跟二砂糖，哦，和香油。啊，底度呢我聊一數的個菜瓜，菜瓜，哦，那個有凍柑呐，哦，凍柑呐。啊，底度含有調油、香椿醬，哦，還有柑橘，然後這個八角，嘿，哦，兩個部分呢，等下，哦，我先撈兩個油，哦，本佢不用下來，兩個係我自家用那個橄欖油啦，哦，其實大家都有食過肉燥飯啊，哈，但是肉燥飯用紅豆食出可能係鐵一白。應該講食材的肉燥飯係鐵一白色。我有食過在肉燥飯凍好食，但是我不知道它裡面有加香椿呢。哦，香椿而家香味較重啊，而家香味出來。哦，了解吼，麵蟲本佢冰下來，本佢煸一下咧，它的角色呢做得講肉燥飯底度該豬皮。哦，就該豬皮該吼，用豬皮 Q 啊。啲呢殺好嚟，哦，了解乾的香菇吼，本佢切，就該香菇嘛，做得冰下來了哦。所以你下個油溫係，差唔多中火就做得了，本佢慢慢煸，哦，了解鹹菜乾嘛，做得切一下，本佢冰下來。那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哦，你看下小個食材的時節哦，有一個五色粉沒接到。五色粉呢，吼，呀，底度呢就該染白胡椒、五香粉、黑糖，還有香菇粉。哦，了解做得點做這個調味嘅啦。等下呢，吼，了解菜瓜，哦，本佢冰下來。菜瓜吧。菜瓜，好，還有八角一粒。哦。八角是我一粒片哦。一絲絲的就好了。了解係香椿醬，好，香椿醬一絲絲的就好了哦。冰糖還有二砂糖。哦，比例都是算好哈。還有個胡糖。所以你下做的係滷汁係嗎？底度嘅滷汁嘿。了解棗嘅，好碎肉用下來。嘅仔用啊呢？未來肉嗎？唔係，了解係棗嘅。還有醬油。
好，那就桃胶嘛，不用下来了哦。给桃胶，嘿，桃胶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。桃胶而已哪一片卖啊？吃虫，吃虫还有中药行有卖，吼有卖。第二片呢，吼，我来做一个小小的配菜。我80多岁吃第一次这么好吃，早知道60年前那场婚礼就找他办哈。他还没有出生啊。再讲来这个钟，哦，你种，你洗，嘿，马上选。太大事。第二片呢，吼，本去冰下来，吼，本去煮，吼，煮滚，吼，煮滚。第二呢，就捞了解吼粉料，哦，像了解五香粉、香菇粉，还有白胡椒粉，还有五香粉，哦，不用下来。还有沾吼。了解迄染吼，点下迄捞了解小黄瓜嘅。哦。哦，本去煮滚，哦，必须动应是个卤肉饭哦。嘿。它的酱汁都还用卤味包，对，很肉2就买那种。那种，可是你今天是自己走出来。嘿啊。好，那个小黄瓜帮你切泡泡的，好清脆。好，帮你切一下。它每一片都 Q 用泡哎。哎呀，豆台怎么改？用大片都是 Q 用泡。切越薄的话，你腌制个时间就会卡短。哎，你老实讲，有切到手过吗？以前呢。好，然后呢，捞一水的香油。哎，是卤肉饭哦，跟谁呢挂还有糖。卤肉饭怎么改？就听我用那种嘅。本来就该去油解腻啊，因为第二片呢就有个咸，有个配啊，有那个解腻个效果，它好了。大概嘿吼摆盘，哇，然后就做一个小小的套餐呐。大概呢吼 detail 吼就帮你不用送来哦，不用送来。我大概做的吼当个小配菜啦，就可以加50块了。这太大盘的，现在都涨价哦。所以桃胶粗料走的这种汤汁之外，佢还有其他的用途吗？做个甜汤，哦，做甜汤，而家有个胶质，哦，煮个久呢，就慢慢的化，慢慢化。啊，不过唔会化的太多啦。有那个胶原蛋白，对，还是会有胶原蛋白，对啊，那很棒。那个实在跟你做的用大概就补充胶原蛋白。我脚这头唔好，就要洗那个油胶。对对对，哦，大家会做浪pan的小黄瓜吗？凉拌。好，2片就好嘞，好，2片就好嘞。上桌了，哦，好，本期不用送来就好嘞。哇，上色我想蘸色我。2片呢，好，就是不用一下香菜，好，不用送来，按用就好嘞。哇，嗨，鹹菜乾肉燥飯，按用就好食咯。沈梦生之师傅安利张油还有福州的石头鸭嘅菜鸭嘅梅干扣肉饭，太强了，吃吃看呐哈。哎，蛋肠用皮的皮唔出来很窄嘅。哇，那个桃胶饭居然还化了用2斤呢，真的像猪皮哦。哦，长像猪皮哈，好好吃哦，蜜桃冻好哎，很好吃哦。哦。超好吃哦！超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！我80多岁吃第一次这么好吃。对对对，早知道60年前那场婚礼就找他办哈。还没有出生啊！桃胶啊哈 ，QQ 啊哈，真的像猪皮一样，胶原蛋白跟美容养颜呢哈。第一次吃到，真的很好吃，周坤啊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对，赞不绝口。现在呀哈，如果碰到那个好素有这样的东西，就彩笑了。黑妹，刚水面镜知道嘞？说到我说有些帮了板头喊他对面。月兰姐没去到动，还不会走得到。做得，动摆咧，制作单位进摆。系啊，第1名。哇！阿谢玲阿珍去到咧？素食的确实係冇同樣，用桃膠落嘅面是真嘅，完全是唔出講係你係素食啊，有人在當好食，真嘅。真嘅當好食，對，當好食。你還冇孵蛋嘛？冇孵蛋。好食都誒，你有問法機講，它叫什麼名字？真嘅當好食。吃这个又没有负担哈，又该有香味啊呢。观众朋友，刚刚都是猪肝哈呢，顺丰都有这个比例跟配方，你都会做不卡呢，切开了吃做看呐。阿姆哥呢挑战1比1啦哈，马上来进行最关美一馆的挑战。
料理大豆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豆絲咯！最背面一關，睇自家拿出自家嘅本燈咯，風吹帶來嘅秘密武器，我都媽咪啊！芋頭絲、干貝、唔苦誒，薑下草，薑下草誒，自家炒誒，自家炒誒，很香哦。一個凍茶飯幫乜嘅都好，可是我拿一個壓箱寶來做出菜名，我都乜嘅？苦瓜炒芋頭絲，苦瓜炒芋頭絲哦。係，哇，今日嘅凍針到呢，好啦，最背面一關嘅嗬，有信心嗎？要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你下來看一下80年功力的根本也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羅皮士，乜嘢西？乜嘢西？自家西啊，自家西哦。自家係你自家也係機器噶。捱西啊，西跟愛這個中，哦，你種，你曬，係馬沙選。睇家是，混用呐，然後根本有那兩隻菜頭絲、羅皮士做嘅料理，菜名很多。羅皮士切成插啦，哎呦，有做得食軟的哦。哦，即係啲當傳統嘅味道。係啊，清米一罐的哈，兩勺，有信心嗎？耶！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晒啊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做得開始咧。哇！也就色彩厲害呢，家嘅每嘢老細郎全部都見慣呢。所以等下結束之後吼，唔可以撈佢打招呼，結緊走。你而已，我們三個很 OK 啊。你這個笑聲是你頭髮又……我們是模範公民。冇啊，我模範啊，我冇變做過啊。是模範阿婆呢？係哦，模範婆媳。哎，你就扯開話題了，你還是會被抓走啊。哎呦，付錢走。這邊還按錢。哎，你睇地背都會弄咗件刮貼哦。哎呦，你係糯米醬哦！哎，我們的秘密武器啊，像問一下秘密武器好了啦，哈，要用的粥啊，不會先炒哦，煸煸嘅呀，哦，干貝那頭絲，叫下片頭絲啊，煸煸嘅啦。個地背都有講干貝哦。有。哦呦，應該係糯米醬用法很太渣咯。對啊，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好不好？好，先鋪一點先批料一下，哈，好。哇！這樣來切的嘛？我切的。哇！哎，媽，你切的跟生那個按醬啊？哇！排都按切，跟打橋牌一樣哦。比甚至切的還那好看。哎，按椒哦。媽，你切的？跟來切的。生意是。范太哥，你頭牌又做廚師哦，俺會切東西。哎呀，當我食，哎，當我切啦。我看阿哥，你看今年80啷歲哈。80啷歲該量是該年台哈，昨天上到安哥，體格安泰，一定年輕的時候是大帥哥。對啊，所以沒有人說你是帥哥。海軍陸戰隊。哇！阿姐，用到勇猛用不按轉性切菜咯。用啊，冇辦法啦，冇辦法，做嘅一生癮呢。勇猛到冇辦法咯。沒啊，一蘭姐看攻擊到嘅生癮呢。來工廠室。做中正機場，還有饅頭的麼？冇嘞，啊冇嘞哦，那你再生一個啦。賣槍槍誒，現在會生什麼？生氣哦！阿姐，你挑白啊？你講你做家庭主婦的時節啦，你學埋個蓋兒啊？有哦，煮的哩，雞哩，鴨的哩。你都要學講哈？我哋估呢，要估呢做得漂亮啊，哦，幾種快樂啊？哇，這個一聽懂後生。對呀。而且哈，你不要想說給些單槍的老配時間亂哦，這個阿婆煮出來的哈，你吃到會哭。咩？我老人講，阿婆睇時代下老人講吼，就唔係賤人。咩？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過動作來好唔好？好，來，穩住哈。哇哦，用劍的哦。用劍，跟住個油幫佢要鋪嘛，㗎。等下的糯米椒要過油，勾油。哦，勾油。嘿，讓它緊嘛，等下個差不多前後這樣的勾油。這一道菜黑用誒，想要把它當成我們最後決勝負的料理，黑有你懂我弄呀用誒嘞。哎，我自己喜歡吃。哦，哎，自己喜歡吃最重要。對咯。對啊。你好食苦瓜喏。你啊，還有當季的菜啊，你啊出苦瓜。咁係啱煙先甜甜呢。
要综合一下。我现在就要养生嘛，两个时节就是要养肝，春天是养肝的季节，所以退火了。对。马上就给打开果汁喝。哦哟。哦，那晒太一百就大本当伯先喝啊，可以啊，当成惩罚。做得加上个翁梨啊、令果啊，有梅子，梅子嘛都得。可以弄那个。但是这个比例的话，苦瓜要1，其他是9。只有1啊，只有苦瓜。拿一下筷子。哎，他们家用点哦。系啊，用常见的豆啊、凉面啊。啊，等一下5步2做嘛，该攞去结合呢？等下等佢重口味啊，吼，做一啲調味落去炒炒的，將那個5步的下落去炒炒的，也過油做那炒炒。就走的嘞，給沖的。好，好，加油！期待咯吼。來嘞來嘞，来嘞，哇，太香哦！你下差不多會見到樣板，这下擦啲咧，這下擦得好。啊，你下就擦的嗎？啲袂咁啲哦。走的你要不要請走的嘞。師傅幫你英雄救美一下？哦，請師傅來。來。哇！哎呦，好緊張哦！等下，我幾準哦。想擦點。它自帶效果器耶。哎，沒有翻好，會不會抓到中山分局？絕對會有。住太近了。住太近了。哎，我們製作人的相機已經準備好了哈。哎呦，好嘞，哎呀！哇，很厲害！剛才呀，哈，你就把它弄在這邊的。哇喲！一般的。咁樣當然唔係按縮係還沒還用必要買啊，縮嘅你啊，是一種智慧。對，身為客家男人。啊，你就沒有啊？所以我一直不想結婚。準備好了哈。哎呦，好嘞，哎呀！哇，很厲害！等下，好，不怕，西門分局也可以。沒關係啊，哎呦，就做大概蛋包飯嘞，一般的。唔怕。依然是原諒佢啦，唔好攞去做咗件菜 Q 哦。冇係啦，人人成長開始甜甜啊。你想講哦，眼睛先80啷歲哦，那個台風台龍冇看過。OK， 我跟你說，等下我們吃到也是分開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就讓它切一堆堆，擺落嚟，那切。切個切落去，擺上去就好。切葱油餅啊，一細片的。三角形係啊。對啊，他就做的擺那個有沒有？啊，做啲切三角形啊，這應該嗎？剛才呀，哈，你就把它弄在這邊的。哇喲！一般個。咁樣當然唔係按縮係好了，我發現這真的是一個完美組合。對，還沒還用貴都買啊，縮嘅你啊，是一種智慧。對，智慧真的。身為客家男人啊，你就沒有啊？所以我一直不想結婚。好了，立剪溝裡了哈。哦，啊，煎得好漂亮哦。哎，呢部要葱哦。要不用啊。要調油哦。醬香味給它有，你看。秘密武器下咯，這個秘密武器。所以你要 QC 都要搶個 XO 醬哎。對啊，就會啊。炒起來凍窮哈。哎，你應該早點講，因為我們剛才在想那個秘密武器的名字，想很久。哦，那個 XO 醬。那個給這個先，沒有要那個熟的，這個給他。哦，這狗油沒狗好嘞，係唔係其實切到片就係你下酒菜。下去了哈，進去。好，那我們去倒數了哈。哦，好。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吃看啦，最杯面一關咯，那部開面時刻站到喏。哇，第一關呢，色彩本太起來當期待，因為呢，剛剛都煮料理的時間當冰哦。現在吃看那風吹好冇？也跟呢，穿干貝醬啦，炒副瓜，睇起來吃看呢。哦，也跟干貝醬吼，老副瓜含港米哦，都好食嘞。不會啊，老亞跟糯米酒給兩傻絕好朋友，他們這一組就是完美的搭配。
那个不管天天的姐妹懂得功夫呢，哈。对啊，要功夫啊。眼睛这动作吼，只有2种东西，唔敢选，唔敢去扶，唔敢去开。我去根本做俩头菜吼，真叫本去100分。尤其5步啊，讲绕处啊，该地方叫强还调戏，他就是有乜讲咧？让眼眼本人上动作嘅扶挂，完全变唔会扶咧。啊，叶丹话真知道咧。好食。平爱下袂煮啊。哎呦，好食啊，但是爱咬唔断咧。老味冇牙齒。哦，我咧食嘅梅啊，梅系冻好啊。系啊，可以。所以你看哦，根本伊阿姐就会做俩头。炒卵、煎卵，系哦，就本阿哥做啲食落去，所以俩下就夹夹咧食俩头爱的料理。好，来吃吃看呐。听说这上面是它什么烟熏豆干哦。哦。你行係全部出嚟嘅當個餅係麻嘅，但是啲甜甜嘅。那個卵就係阿婆嘅味道。呢輩都係菜挑絲啊，增加豐梅之外，嘅口感嘅卡吱都好食哦。真的，我看給簡單單，每個人煎出來真的沒有排滿中間呢。力度有一點像蒸蛋。哦，極好吃，咩好食形容係極好吃，真的。那个味道啊，古早味，很好吃。有妈妈的味道，对对，很好吃。顺便吃有使落配什么？多色味油，多色味油啊！哈，亚车有当步骤的米头哈，还有可以续盘吗？哎，含油冇？含油冇啊？分下落去含油冇？冇 MD 哦，冇咧啊！今日卵哦，做乜計住同埋加蛋糕嚟計咗？那個是什麼東西？秘密武器啊！要揭曉了，必須得揭曉。炭烤豆干。哦，炭烤豆干啦，聽見我背賣轉來也係自家做嘅，賣哦，炭烤和那個不一樣。我個記住叫香梅啊，有一種柴燒柴香味，所以你看哦，這種沙吼，唔但講凍會煎軟，唔但講凍就愛，佢到料理嘅蛋糕很表現啲啲嘅小用心。兩片係苦瓜，兩片係甜嘅，先食苦，再來食甜，像強硬性強肉。等下師傅用班天賦咧，夾夾落看哦。曾經見中龍，係說謝林師傅妹很猶豫啦，因為佢剛剛不管是紅隊啊，是藍隊，他第一個都說哦，這好吃 ，OK 的啦哈。不過你們都係好朋友啦哈。好，謝林記搶本分數。好，等下搶看選舉師傅。哇，沒錯。謝林記顯得公平哈。我嗰本風水啊，吼，係因為講，其實搭配啊，吼，真件懂得。唔過佢今日可惜一件事情，嘅副官喺剪下落嘅時候會行得好實。時間嘅問題啦。時間呢個唔可以鉗蓋。愛鉗蓋，就會落啊，冇鉗蓋咪會出水。出水就一落一邊落啊。哦。可惜一絲絲嚟就講，其實副官係硬閃啦。哦。冇講當挑線。啊，佢講先通過咧。通過會較硬，較夾炒。通過個剪，通過個剪啊。呢個我會用通過嘅方式，係唔會用剪。通過嘅方式將佢剪會較夾軟，咀嚼較好咀嚼啦。而南水佢咩整件做嚟當好食，當乾麵。佢炒到嘛，炒到冇變到胡椒粉，係拿胡椒粉變唔起。胡椒粉冇變啊！佢係胡小姐呢。佢冇變到胡椒粉，佢嚇加加米絲，佢米嘅米絲又炒出來。佢炒到當香當好食咧，咁我其實係冇變到嘅胡椒粉嘅原因，係想講，哎呦，最後嘅啊，係千後嘅冇變到。講應該想法啦，睇看下選舉師傅嘅公平。哦，我要本藍推兩片咧，吼，而家當然就剪到擦當香，而家亂香就出來，還有個脆布乾啊，一吃到個切個口感，我是都當好食啊，有一絲絲的用淡，一絲絲的，那我們個有時那個豆棗上面那個紅紅那個細豆呢。搭配起來剛剛好哦，當好食，有我小時候個阿婆帶便當嘅感覺咧，吼，當好食。啊，鳳腿兩片呢，哦，做到嘛當好食，副乾嘅副瓜，還有個醬料啊，哦，以及還有個辣椒味個香味種出來。啊，唔過那個糯米椒，你做得本那個籽留下來，因為那個糯米椒個香味都在籽底度啦。哦。那個跳跳就較塌鬆嘅，啊，而家籽唔會辣，會較香。好啦，今日比賽成績呢已經出來，馬上來頒獎咯。耶！歡喜哦！好，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啊，不過成績點辦？真見哦，大家都有失落。係啊。嗰度按經典嘅客家料理，公布成績，鳳水得到2分，藍翠妹得到2分。先來恭喜鳳水得到1500元嘅加菜金哦！恭喜恭喜！
还有今天被特别绕墙的两位表演者，1、2、3。哎呦，好用心哦！好啦，也嘅呢係藝嘅盡心啦，嗬，有心人係一下已經買唔到咯。嗱，做菜呢就係將做研究要有心，真係好菜啦，嗬。係啊。咁乜嘢啊？就萬年流傳啦，嗬。係啊，香港應該係啱講糯米椒咪要有心嘛。哦，對，真的。一直會向起來面。都有道理嘅。好，來看下諗住呢一片哦，你係大票面2500條嘅價財金。恭喜！好，唔單止安用心哦，還有今年嘅特別獎有嘅哦，熱蘭或者係有心人，今年提供咪係有心人，恭喜！好，謝謝。你係民主嘅專輯哦。好。好，先來問看啦，嗬，你阿伯體拜來參加呢文化節，你阿伯參加嘅心情、心得樣辦，攞睇下分享一下。感覺當新奇啦，你第一擺參加又緊張又害怕又高興這樣子啊，當歡喜啦。裡面就3本穿到咯。活到老學到老，好，學到一些。哦，好啦，那你拜過來哦。謝謝，好，謝謝。最美記就是學姐啦，來聽你拜啊，哈，聽你拜了，聽拜心情嘛冇叫樣冇咧。你阿拜來還蠻緊張咧。而且啊，你講送100里來噶聽一秒，2拜就變聽一秒了。係啊，厲害了。喊你拜過來發3000元本帶怎樣啊？好，恭喜哦。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大家來好好訪問一下熱蘭那些，今年來參加比賽啊，讓羅江強下，有咩感想咧？非常嘅深麼？大家也做到安好啊！你害羞哈，人家炸到面的啦，按這樣的面不大家看呢？攞嘅啦，冇這樣咧。人家就是講跳擺哦，係大正妹咯。你還係咩啊？今年來參加係你嘅意思，也係范大哥嘅意思。兩沙嘅意思。哇！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觀眾朋友講哈，讓你60年嘅感情保持到安好嘅秘密武器係乜計？唔係讓人講彩挑戲哦。最尾繞牆范大哥讓大家分享，讓你不用窮下來哦。韓國今年拄好係60週年安好嘅意義。我根本嘅當幸福，因為我係用公婆嘅金分暫時金分。我希望你客家嘅文化，可能就繼續傳承下去。好，交俾你。還用坐對嗎？會痛坐得有一點痛。哇，是孟大哥。其實呢，客家料理地圖是有青島人的客家嘅精神度量。唔看啊，大家拿出嚟秘密武器嘅時間，特別將個老配使用嘛，就體現出嚟啲客家人嘅精神啊。古時做乜嘅？家經驗唔夠見講哦，客家文化傳承下去，對美食來開始認識，就係一個挺好嘅方法噃。係啊，看到兩位阿姐啊，看到大哥大姐啊，就是除咗講，看到自家阿妹，看到自家阿公阿婆強壯吼。韓國其實基隆沙感情，我們本大家感受到動態很多的共鳴，也不非常欣賞這種60年的鑽石金婚。冇關鍵係乜嘅？阿哥嘅下就講強下，所以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呢個你想來到你節目當中留下你嘅紀念日的話，會歡迎你的報名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